不过这娘，苏三姑娘真有病哦。既是有病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。你玩耍什么花俏？刚刚王三公子还为少你这个。哎呀，这个日子让我惊奇款款，他才能出来接你们啊！算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hai位师兄，既是苏三有病，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，来个方丈，下次再来就是。哪里是苏三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哦。妈妈，她刚才吧有声有笑，真是她有病。她生的是人之病。师兄，妈妈是吃龙桥，这位苏三姑娘一定是身体上去了。王师兄。
师兄有往我吃。这里与苏三姑娘陪你谈心。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。哎，公子，请啊，嘿嘿，请。法名苏三，哦，对，是叫苏三，是叫苏三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。望京楼。
财神才十分芳名，今日有约为姑娘，姑娘啊，我要想。公子还讲你吗？我要想今日常来我来把姑娘是罗马。你解救清醒！来，那你要快，莫非受伤怠慢不成？不是，几位怠慢，为我监狱要走呀？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那这些银子就作为走此。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，公子，妈妈，我有钱，我帮你往公子明天再来。明天来，爸爸，你交上的好用，可不要忘了我们的好事啊！我家三姑娘已经听着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明天来啊！哎，明天来啊！哎，送卡。想不到花落山中，准备好，三声黑尾美酒佳肴，同往苦城安排，马上续笔，红烛高烧。哎，王公子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王公子他不去来山给我今早，不知道当来银子多少？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，3万多7两，即刻就到。哎呀，3万多7两，真请了一个贼人菩萨，可惜我这旅程远的地方太小。
刘春娘不高兴不要紧，只要在后花园烧起来不儿了。哎，妈妈，你看可好？好，爸爸，这叫王公子在后院给一头把花亮的，哦，也太好了！哎，苏三姑娘王中都要皇上金杯玉盏彩排彩备。好啊，好啊！这边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。哎呀，我家三姑娘有今天日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即日动工，发下银子即刻动工。只要吩咐嘛，马上就照办。好好好。哎，王公子来了，银子也来了。快虎牙相迎。来，哪里有这些就挂了没？
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将帅的改名要当成了。啊，连名字都给了。是啊，是经过送花上来，在四目相许依法提名。妈妈，你与我少他银子无量。少你无量，多谢公子。妈妈，少你。这，哎，你倒真想要5两银子啊？快去！怎么将情妇换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你还摆的什么架子呢？妈妈，没有你的事，不要你多嘴。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苏三不肯再接别客，我那一上您的经过啊。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。对呀、我带来36000两银子，1年里到，难道足以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三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哪里能花上一生一世啊？我为你定了不少银子的。不要啰嗦了，我在写信回家去催，银子接着许可寄到。王金翁，当开天窗4两瓦，你下了许多心去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打来，哼！我现在已经开不出门来。哎，这里是妓院，不是监长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银子打来的嘛？表示没有啊？怎么样？
我帮我妈妈不急。公子，想不到神经是此代我。哎呀！想当初，我最高山落西，媳妇御用金辕门，八日奉人效力宁，王八的雷音连声，暖不日自无扰，再给一首百花令。西马金杯与鸟在，玉马吹过玉彩屏。想不到此举必有一年整，367人举一花会人，多日死里才别尽啊，人也相随真心人。全公子莫为此事太空心，苏山与你上生命，归来园中情是家，自从名字不从情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来自都是情发分，情来岂是句的公子啊，不是早人为暖情。不为你开得起，不为你我的家事才为门不与你早的做的情意深，不与你老一分别，真人心。苏三也不愿公子离去，怎来你哪有银两去妈妈使用？咦，想我你不寻取我不少银两，被我前去问他们讨还一了。哎，公子你差异。你不听是家人，居荣家不听崎岖的日子居家湾，只恐怕快到一个人全公子抬起才是别离全公子为家多事去功名，苏山立志
他相守，远离金榜照地名。当那日名正一人来出生，我与你夫他无人永安情。万里说得有理，孝顺证明就是这样才好。只是我要为国难君啊，路途遥远，没有风吹寸步难行啊。去台湾人呢？这乃是上帝让你们的心爱之物，使不得。既已永结同心，还为什么礼物？是我金龙谁自有悔？只要公子别忘看他此事，不妨树上一片刺青，也就是了。不学三经，受伤。今天本是你万元之神，怎么你忘了先去万元进香了？饺子已在门外等我。公子要为暖亲，传旨不忠。我正苦趁少相出门之地，向员外姐妹上家人了。妈妈，我先去。好，哪里？你快陪你弟弟先去烧香玩游啊！弟弟，走吧。上帝，公子，我去就来。当初有情听得你，此今不听被小人欺。王哥，哪来？什么银子啊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就会起来，我现在是要，现在没有。没有，你我走，走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赛季回来。没有钱，万一什么三季四季，你对不对？不对，我走了，走。哎呀，我管你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是与你开开玩笑的。哎，我知道王公子有的是钱哎。啊，这是蜀山姑娘的首饰。哦，不要脸的穷光蛋，偷我姑娘的首饰，你管不就管？哎呀，走！我调虎离山妙计用，棍子穷鬼黄金龙，蜀山同法开机。老娘的好叫好啊用啊！
了。三姑娘几次三番想投靠，就我要把三郎走，这正是得破条无行刺。我立刻到刘城院中把行到把老娘的脚也打痛了。哎，你在做什么？我给三姑娘送信来的。啊，送信？哦，我是送花。哎呦，她看也不肯进，晚送什么花？哎，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自从这了王金龙，他天天长病在房中，3天不能起过床，越哭越闹发蓬松，一日3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中，死不中。那你劝劝他呀？哎呀，我硬的当了女的好，手动了这根不中用中用。妈妈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，他连我的话也不肯听，你怎能劝得醒他？哎，晚上让我再去当他一份，不怕他不起来。你看，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，三姑娘是你刘成月的要求是，万一耽误了身体，你妈妈去讨谁呀？妈妈，不是我经过夸口，只要我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报他为心准意。哦，要是你真的能劝得醒他，妈妈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哎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这里1两银子，他少，那么2两，不够，好3两，5两，5两，要是劝得醒他，5两就5两，一言为定，谁会拦你？呀，好，我要劝了，那你快去避开呀！老娘在此何方？妈妈在此，我就劝不醒他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哎，生要离，死要避。你妈妈在此，就是劝醒了他，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啊。哎，我哎，要是劝醒了，他来叫我啊。哦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金公子来了。三姑娘，你的喜信来了。哦，我被王公子留下了。公子他，这个你快上山去。
现在是在哪里呀？公子他是在一位王爷府里呀。王爷府里，公子他从27度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。提起那位王爷啊，三姑娘，你也知道的，他本是憨憨有名，最不像威风凛凛你去到胯下几地插兔马，虽丈夫你青龙刀，正在那胡老关节嘴里不瓦用刀上放上草。这是怪王爷，我问的是王公子是在哪里？那王公子就是在关王爷的府上呀。公子是开出院门不得看，只得落跑在关王庙。哎呀，公子苦了苦的我在后头呢，他头上戴的八空帽，身上穿的是穿袍，三餐是要等王爷去贫道，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，他真是度日之年真难忘，只怕三季到来当。公子啊，你快在瓦上落下呀！我人才不在情啊，苏山几段一字啊，哪怕是妻子外卖家里上。姐夫，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。妈，那王伯伯儿怎肯轻易放你走啊？这是不是好？苏三姑娘，我倒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去！我不违章。为了公子，你非章不可啊！妈妈，哎呀，妈妈来了，快站起来呀！妈妈来了。妈妈，三姑娘她疯了啊！哎，你捅这些什么啊？我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哎呦，苏三，你怎么了？哈哈！妈妈，你这个老不是，你这个老不是。他妈的，这么晚不死？你这么晚不死？他妈的今天就要死！今天就要死！哎呀！你们快！
你醒醒，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啊？你们快啊！快王爷生几岁？赤兔马上谁拿着青龙刀为公立？你是来自哪域么？相书上冷落在苦海风尘，谁人出招人欺呀？在关王庙里少换了一姑娘，哎呦，我看清举目啊，关王爷当了我，哎你们不怕本相替三姑娘求情啊！阿弥陀佛，关王爷不上，你是放下书山吧，我离开这个关王庙去的玩那一股火把苏山万源，心花落关王爷高香。大家去迎。苏珊，苏珊，你醒醒，苏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关王爷谢灵了。哦，关王爷，他要你立刻到关王庙接去万源进香。哎呀，妈妈，哎不要多事了，都因为关王爷啊又要发怒了。阿七，这里，陪你弟弟到南面玩意，到关王庙是去万源进香啊。姐姐，苏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妈妈，三姑娘穷醒了，5两银子可以给我啦。去！我叫你全到完好，一全叫你全疯了。我忘记你银子啊！哎呀，这是关王爷发怒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与我。你说老娘都美。远门，放声笑。
用的这一招，今日你道公道做得好，钦差关公手他带路是三人花木上他看着他是一个关王庙。囊中是虚独分难，一山来不问风，不把天天把夜
想不到三弟真的会来大姑娘，素才无时无地不在当听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竟为了他这位环境，哎呀，我的也罢，努力去发现黄伯伯兄子孝，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害无耻高。我是为不得家乡啊，救不得的娘，落怕他的有最小。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求情发讥笑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报儿子去放不起来做娘，幸亏经过把心做才得下位，这怪我命。丈人才能相见来往。你今日做打算？我决心回家尽到去这样才好。夏公子满腹文采，出口认真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进邦的。可是我要回转南京，路途遥远，
没有传旨，是无应当。呀，再贵呀，再贵！苏三早已想到，这些人俩人与公子作为奴婢。哎呀呀呀！你此生三计相图，是王巨龙命该非夫啊！苏三别无他去，只有一事。三计军将，王巨龙无不从命。公子啊！迎梦公子来在亲，天涯茫茫女子心。公子啊，我苏三好比花芳人，你把我逼走来。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，但愿花香三老子，那蜜蜂不要一去无意。太医放心，我王金龙就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愿在神界门市。神力在上，我王金龙有朝一日金榜得中，绝不负为赛金。把我终身是哦，对对，不能官之大小，王金龙上不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公子已容了，苏三你在人间一条心意。在您在看，公子非我不去，莫非公子不讲？公是叫见，你如此大报上在你。这好的王不到来了。
你快走吧。要去就带领他，倒可以嘛，趁此机会捞进一笔身家银子。对，三大爷，我要当成京都看名记。我这的要紧事啊，我老来指望将他一，你要去他回家去，三个银子。我深夜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今年三不说计，你是多少就多少，我定要娶她为山西。好，既然大爷上气，我也不多啰嗦，做媒的银子嘛，是300两，要当成的身家嘛，是一对金子。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。好，我这里有银票1张，你们先拿去。有手叫你，有手叫我，我当才马上随我走。这，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是？沈大爷，不瞒你，沈大爷是，要当城南望究竟，不肯再这边看，所以嘛，必须用计相骗。原来是此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写一封假信，就是那王金龙，他得知
动王暖京，这岂不就到了30？好计好计，早计而已。老头子又回来了，哼！还打了几年肉汤出回来啊！你还吃醋啊？哎呀，哪里是吃醋，只是又多了一颗严重之地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关进？此话何言？我有妙计，你请讲来。我们先下来此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，再将这在你看见肉汤城，看见肉汤城，岂不是已经送上吊？已经送上吊，用他严重的，用他严重的。这样一来嘛，你我就可永终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驻夫妻，白头到老。好对呀，有你相守。我到红通院衙门再去马通官府。牛蛋翠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？沈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陪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牛蛋翠，你那座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！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王姨我的。牛堂菜，你将做羊肉面端去大爷去。是。大爷，大爷，请你送来了羊肉面。啊，
我家大娘真以为啊！牛郎才，你也吃一点。我不吃。味道不错，你少吃一点吧。嘿嘿嘿嘿。牛郎才，你让我真的陪你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。难道你是骗我？嘿嘿嘿嘿嘿，牛郎才，我与你才是了吧。我花了身家林子月根心，美你回来做小心。你是我刚才，我这就是邻居，哪来？大爷，今次以来满环境，苏三大梦是初心，以为是好心陪我去南京，才知别有用心，谁已经。陈大爷，请你放我走。嘿，哪里有这样容易牛郎才？光去容易去无平心，倒不是太子为我享福位，你也是我身家人，再想回去反不来。你说无力气人，我的长长子进衙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三心若火举衙门，才不知我心眼里，我看你搞来搞去，搞去搞来搞，我不真牛郎才，你还是从了我吧？你不要做梦，让我走。我说，哎呦！三日间官场是家。
相见再要团圆意圆。苏三，你一路之上开花少情，见鸟脱心，地地口口雨有用。哎，去吧，老爸，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！哈哈，我总共到了一时的家产，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冤枉事，见到了多少冤枉人哦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冤枉，但不足是在等从前天人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还会有天大的愿望，倒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。哎，苏三，你讲呀。我是与生死太凄凉，情侣没相顾时光。好苦的出身。难道言语真情真爱？看的是宝儿开在四道气，明
情家业富少，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？米中我呀，米路上，你是大娘很心肠。既不是你下的头，是我就在被家起家呢。老妈，苦里我是吃饭人上恐怕是水落石出。不希望你这一哭，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担心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过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唉。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鬼子酒还要起床，你背着重杆拿酒的头，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吧。老爸，想是乃是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这天高皇帝远，吃了贼外国什么王法披发？不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是此女婿，尚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没有希望了。老爸是不允许苏三人为命令儿女，你知意相是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呢？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。弟弟在上，女儿也罢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女儿，在跟贵人学到见面礼，你唱他嘴吧。多谢弟弟。
长门，情侣生涯非人过啊，受尽莫测痛苦身，什么的呀心他黑，谁愿意将亲生女送长门？定然是生计所怕才无奈，为若分离也伤心，儿哭恩不伤良心，他不该忘恩为你负真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你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一灵啊！报日是又在看小莲女啊，无结婚莫上啊门，姑娘年轻当着要点事，到神老之王就当着马路上。带什么良心，说什么爱，还不是王君把人为神听啊！三苦恩负上生意里，他不该表面带来一对金，没人家你三八两，害我三西人。这种人真是该死，有两个秋天就三七四七。同台湾共同愿，爱我愿望嘿呀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两个女人，迟早要进去出海风光了。苦问三番呀，要一分当你将苏山当当秋大来常言道，千里做官只为财，官不太早，岂不要亏失老本？你不找他，只好用人；他一到你就找，他的堂就退了。哎，苏三啊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不要思要想要苦哎，在红洞园内什么？红洞原来无好人，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个好人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打上吧。嘿，我一句话儿出彩去，滴滴一旁路起身，我走上前去忙陪你。
为有你老弟好女人，我那么生气，弟弟对吧？哦，弟弟慢来，谁有怪的姑娘，想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在人间里下死了，是今带我去做高人哩。此次也好，对吧？女人，前面大老爷到此来了，你那万载之身道路冲到，难免避月之苦。来，快再为我多比一把。
白套，特别不清楚。他小白是你知道，实在不来，那今天拿下去投资，就难唱歌。万物苏山上道，督察院上去谋他等待着心愿，到处是两旁高山，弟弟苏山此去好有一比，你走嘞，正好比鱼儿落马，欲去无
来看你的死罪。怪物因我不得取得啊，有罪不管罪，死你无罪得取得啦。刑大人。哎呀！二位年兄怪话，只是有点头昏。请问大人，此案何问？此乃是女说神明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真是爱民如子，此次你我大家同生。站上来。问你可有长，你是有，叫你站上来，有是无，这是无道理。问你是不叫无来，快来应时候。老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物当堂贴书推高，万物纵使纠结，也是明目。请问大人，此意可免？免。来，当堂批书开讲。是。快步早堂之上面一一说来。大开用兵。有张开会是会。
啊，两王在对，老下是门啊，是哪？门啊，门啊！讲吧，我欲看初次见三万里，千一杯香山情，红人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请一杯香茶酒斟。以我看来啊，嘿嘿，可以算这是一个大大的可靠。哎，哪里是可靠？分明是王明忠吃了股把家之身哦！叶兄，你我看来呀，那王公子可以说这是一个可靠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。哎，叶兄，大人是算得吗？你我修实是算的呀，算得。难道你吃的银子，穿的银子不是？哎呀，你兄，现在园中是有花币。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币？这上面写的花币。哦，这上面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我就生他的花币，花币。遇见盗用的表康，
听打文人去托爱情人，你可曾见到王公子？我与他姑娘的容相为，好头痛苦在举情，神仙定相分师门。弟兄，想那岳当成都是固有义气的，如见得。想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魄，衣衫褴褛，那岳当成还与他在一起求经，定下了黑日三门，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分明是长门之物，家庭虚拟哟。穷途落魄再去求经，定下了黑日三门，二位弟兄，那岳当成苦算的，一同成一生大人是他有义气吗？你莫就算他有义气啊！我打发公子去观他，喊他名字为暖金。他路上他也自己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300余年。呀，对呀，真是非自己有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是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，我300两。弟兄，我们生下去，生下去，老公子为暖金，路在暖来上一病。公子非我不娶妻，鸟当成列子不嫁人。公子的子不娶，鸟当成列子不嫁人。这也是三妻。是人不嫁人。
红洞元帅会千两，也有分账800人，上到先当48，这不金的板子难用来一不成造人，百无本当多少人，大浪里一笔当来无数我必举兵我发孙呐！孙啊，人啊！师帅，你的剧中治了几岁？这其中治了1年里，有人前来观望，谁来看望一生？那王法宝儿里，王八毛儿早已那自信的王公子，他与我才不及有情，你提杀与王公子，你可认得？一日才与王公子，亲上给你一生的情。那你那王公子，与你无所生存道，好不来人呀！三人记得公子名，我总是句句一关心你。哎呀！四三郎啊，许久情，都是内急衰不息，他句句都是真心话，我岂能听到心上太无情？自当下为泪相我不娘娘不用师帅，你的爱情本过一时，待等身份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再去下去吧。是。这大官司李同意，牛当乘车在放宽心，谢大人。哎呀，这大人好是去清真，莫非是我那三郎在宫里？是公子就该将我认定。王法漂亮，我用明了，不上谁失去自心话，看他自己不自己。大人，有了才可比花中人，那王公子必出来，王公子他比你们才发。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玻璃分，
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蜜蜂已去无影。待得明日必须并不此案，并不此案，理当是此，理当是此。回答。王金龙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刀斧当庭，三地下路，想不到赛地却胜造不自愿。我就是拼了这一顶乌纱，也要得救于他。若当真是他，就是今日不负警官大人。因此以万女之为妻，有所关系。九大人，你我上言，举本身上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错在哪里？此故官场是西茶，女人方便，士气方便。刘大人不必过于成这那王金龙长远且地归为情恩，你我为在他乡，从长责他不理，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父亲恩也不为娘你去做，不必接下这个冤仇。刘大人不妨三思，以九大人之见，那位老臣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，开审了老臣，这身虽太真臣前于他，这样一来嘛，嘿嘿，你我倒尚有高升之望啊！相本来叫早来团结，不有人来？是谁？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是来团结。探望什么山啊？探望山地。山鸡，这里没有山鸡。啊，探望岳当成。岳当成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岳当成的弟弟。哦，王八的儿子来了。奶奶。什么？考3吃3，考4吃4，开门迎子啊！哎呀，你今个要我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今个要我要当成弟弟的名字？今天就是不负情王来了，老娘也要他的名字。好，经理，看你到45来。好。
去。哼！其实妈妈说过，就去比赛赢个方便吧。看你什么口里，就方便你们吧。快出去吧！哎呀，打出去那种节目走了。奶奶，大弟一定为你并不是爱。你如谁在关谁死定了？我啊，他是女扮女郎称的弟弟，到此何事？前来团结，生意团结1万斤力，来与我拿下。且慢。老金都有这事了吧？我乃是不服定而王金龙大胆！我冒充境外大人来，掌声上前，开国明碑。哎呀，我境外大人背着背。哎呀，该死！为着人真有只要见他，想不到这次巧遇会了我。为着人一向有当参配愿有恩平反了境，兄盘上皆生于彼此，以怕人捉拿归案。你即是方有当称其他人提他的，可能不会拿我岂不背着对反要之苦一直背人，好被吃下了。终也一杯好酒也。大人从官自去，才会大人美丽，向我用情不忘。那你你们快来给我为大美。奇怪，请大人不从。